今年宣布嘅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免疫耐受 Immune Tolerance。當免疫系統發現咗非我 non-self， 便要決定攻擊或容忍，即係 B 型淋巴細胞 B lymphocyte 係咪會製造針對非我嘅蛋白質抗體 antibody。呢一個決定需要 B 型淋巴細胞與 T 型淋巴細胞 T lymphocyte 緊密合作。喺呢方面 ，T 淋巴細胞基本上會協助 B 淋巴細胞製造抗體 T helper， 但喺某種情況下 ，T 淋巴細胞會令 B 淋巴細胞接受又叫耐受 tolerance。呢啲非我呢一類 T 淋巴細胞叫調節 T 淋巴細胞 regulatory T。今年嘅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獎者係研究免疫耐受嘅先驅。一個免疫耐受嘅例子係慢性乙型肝炎，即係某啲病人體內有好多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， 但免疫系統完全不理會，即使打咗乙肝防疫針，亦都唔會製造抗體。呢個係一個醫生亦束手無策嘅病。乙肝疫苗對大部分成人好有效，可以引起抗體反應，但對於慢性乙肝病人完全冇用。點解？免疫耐受有針對性 specific。 再以慢性乙型肝炎為例，病人即使打咗乙肝病毒疫苗，身體唔會製造針對乙型肝炎病毒嘅抗體，但如果病人打咗流感疫苗、鏈球菌疫苗，病人完全可以製造針對流感、針對鏈球菌嘅抗體。嬰兒出生之後，免疫系統要2到4年先至完全成熟。若喺呢段時間感染咗乙型肝炎病毒，當免疫系統無法好快消滅病毒，免疫系統會喺丙型干擾素 interferon gamma 嘅作用下，做出一個叫 IDO endoleamine deoxygenase 嘅蛋白質酵素，將 T helper 轉為 regulatory T。醫生完全束手無策，但原來可以透過一啲天然嘅健康食品抑制 IDO， 停止免疫耐受，下回分解。